大家好，我係大圍金輝鐘錶漢阿 wing，今日同大家介紹兩隻 Steiger 嘅飛行員手錶。呢兩隻錶傳承咗二戰德國飛行軍錶嘅經典元素。手錶直徑係42mm，較傳統嘅大直徑44mm更適合東方人嘅手腕。黑色大錶面配搭翻白色嘅阿拉伯數字，仲有飛行錶嘅重要元素就係夜光指針同埋12點三角標誌。更加唔少得呢個超大嘅錶冠，係方便戴手套嘅時候都容易操作。A 面嘅錶面設計係1至到12，錶面好簡潔，分鐘刻度好清晰。錶帶嘅設計都參考咗當年飛行員要戴喺外套袖口外面嘅需求，夠晒型格又有歷史感。另一隻就係 B 面嘅設計，錶盤係有雙圈刻度，還原翻經典飛行員錶嘅味道。透明嘅底蓋可以睇到呢個瑞士 SW200嘅自動機械機芯。呢隻錶仲有一個賣點，就係錶殼線條好圓潤流暢，邊位打磨得好滑身，配埋呢個藍寶石嘅玻璃錶面，成隻錶望落去精緻又有質感。呢兩款 Steiger 嘅飛行員手錶而家做緊超筍價5000頭就買到啦，仲要係瑞士機芯瑞士製造，性價比高，亦都有2年嘅國際原廠保用。有興趣錶迷快啲嚟門市試下啦！今集介紹到呢度，下集見。